桂先生，你是一位聪明忠厚的人，为怎样做代志专门决心，自将阮的青春来献予你了，你一直就来闪骗我，你这敢是什么意思嘞？热情这爱，你太早送定，用心的到也是要等听，无你讲话无影车。 阮一日期待过一日，期待你早日来送定。无义你讲话无行，态度亲像无影无迹。阮受父母的责备，将阮嫁予别人。桂先生，你这款。 是聪明的斯文人，是无？